假期去郊遊，唔少人都出盡法寶，太陽眼鏡、漁夫帽，樣樣俱全。西貢破邊洲嘅人流絡繹不絕，大部分都係內地旅客。聽朋友說，這邊麥理浩徑的景色非常美。我嘛，主要是從小紅書上面去看了一些攻略，一看景色還特別美。西貢橋咀島同樣人頭湧湧，碼頭大排長龍。我覺得很好看，就是它的那個水吧，就是分成不同的顏色，像什麼藍色呀，然後綠色呀，就兩個方向都不一樣，然後它非常的清透。近年小紅書、抖音等等嘅內地社交媒體大量推介本港嘅郊遊熱點，有博主將東壩、橋咀等地標注為小眾旅行地、小眾景點等等。全港而家有25個郊野公園同22個特別地區，佔地超過44,800公頃，包括山嶺、叢林等等。漁護署統計嘅數字顯示，2019年一共有1120萬遊客到訪郊野公園或者特別地區。疫情過後，遊客嘅人數雖然未恢復去到疫情前嘅水平，但逐步回升。舊年錄得1130萬人次，2023年更加錄得1270萬遊客。能夠推廣香港嘅自然風光固然之好，但就有人破壞呢一片山海。山坡上面、礁石間，到處都可以見到郊遊人士嘅垃圾。2014年開始，漁護署喺郊野公園收集到嘅垃圾逐年下降，疫情期間更加降至只有1800公噸嘅垃圾。不過去到2023年，收集到嘅垃圾就大幅增加去到2700公噸，其後亦都錄得輕微下降。今日呢，條路就好簡單嘅啫嚇，即係非常之簡單，4公里喺呢度上山。退休之後嘅正哥，成日都會同一班志同道合嘅義工一齊上山清理垃圾。呢一日佢就同30個義工嚟到九肚山，執齊架撐，正哥就帶頭出發。10幾年前，正哥同朋友行山嘅時候，發現山上面有唔少行山人士遺留低落嚟嘅垃圾，佢同朋友都睇唔過眼，開始一齊義務清理。後來喺2016年成立咗義工團體，號召更加多人參與。初期呢，就係幾個志同道合嘅朋友，一路行山嘅過程呢，見到好多垃圾啊，咁即係抵唔住啦嚇，於是乎就一路行一路執。咁但係整下發覺呢，幾個人嘅力量呢就太過微薄啦，於是乎呢，就不如組織一個團隊，號召更多嘅志同道合嘅人一齊去做呢，先至可能呢會做得好啲咁樣。正哥話團隊會定期喺星期2同星期日進行清徑活動，清理到嘅垃圾由幾公斤去到過百公斤不等，每次都會有各式各樣嘅收穫。以現時嚟講呢，最多就紙巾，係啦。其次呢，就係啲食物嘅包裝紙啊、包裝袋啊、盒啊咁樣。咁跟住啲膠樽啊、鋁罐啊嗰啲都有嘅。古靈精怪有好多，譬如啲衫褲鞋襪啦嗰啲啊，甚至有啲小朋友埋咗個時間囊喺啲唔係好隱蔽嘅地方。嗱，垃圾呢就因應唔同嘅路徑呢嘅量呢係好唔同嘅。早年呢，事實上亦都冇咩人呢組織行山去清垃圾嘅。好多時我哋10零個人呢，可能要拎100幾十公斤嘅垃圾落山都有嘅。正哥話：近年團隊清理到嘅垃圾量開始減少，佢認為清徑活動成功影響咗其他行山人士。我哋呢10年間呢，清理嘅路徑當然好多條啦，無可否認啦。我哋一路行嘅過程當中，都影響咗好多嘅山友嘅。迎面而來睇到我哋執垃圾嘅人呢，可能佢之前唔係好習慣帶垃圾落山嘅，見到我哋咁辛苦，可能呢佢都會警惕咗，就唔會隨便掉垃圾都唔出奇嘅。近期有唔少內地社交平台推介香港唔同嘅行山熱點，
吸引咗大批旅客喺長假期到訪郊外，造成環境生態問題。正哥認為唔係成日行山嘅人，保育大自然嘅意識會比較薄弱。某一笪地方突然間火紅咗，而吸引咗好多唔係成日行開山嘅朋友，都湧去嗰度咧去打卡啊，去旅遊啊咁樣咧。通常嗰個地方嘅垃圾就會多。我哋會邀請喺內地嘅義工隊，透過佢哋喺內地嘅宣傳咧，將呢啲信息帶俾大陸嘅朋友。希望佢嚟到香港咧，我知道原來我哋嘅山頭咧係冇垃圾桶嘅喎。咁可能咧佢哋需要咧唔好帶咁多嘢上山啦，又或者甚至乎咧即使有垃圾咧都拎翻落山啦。西貢鹹田灣係其中一個旅客嘅露營熱點，不過喺網上面嘅片段見到喺公廁外面堆積咗大量垃圾，洗手間佈滿淤泥，洗手盆堆積咗大量泥沙，造成淤塞。有環保團體喺農曆新年期間去到鹹田灣同西灣營地實地考察，發現兩個營地嘅帳篷數量都超出咗負荷，更加造成環境生態同衛生嘅問題。漁護署喺佢嘅官方網站嗰度其實列明咗咧，有一啲唔同營地嘅一啲規模嘅，而鹹田西灣咧都係屬於叫做係大型營地嘅，咁而佢嘅推算或者估計啦係50個或以上啦咁樣，咁而我哋數到嘅係1200個啦喺呢初二初三嘅時候，咁呢個逼爆咧，其實我哋講緊嘅唔單止係人多嘅問題咁簡單，又係喺營地上面就地取材、燒地生火嘅。咁呢一種講緊係會影響當地嘅啲植被啦。鹹田西灣咧，其實佢哋有佢哋嘅洗手間啦，唔單止係洗手盆啊、馬桶啊，其實有啲淤塞嘅情況啦。其實甚至係喺一啲好多唔同類型嘅個人衞生物品咧，其實都係散落咗喺公廁嘅周邊。政府一直喺郊野推動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嘅政策，但係綠色和平話，當局近期喺郊遊熱點增加垃圾桶方便遊人，形容係本末倒置。2015年嘅時候，到而家10年嚟咧，其實喺郊野公園嗰個垃圾數量咧，其實係下降咗嘅。咁但係我哋近日咧喺西灣同鹹田灣見到政府嘅臨時措施係乜嘢？係加設垃圾桶喺我哋嘅郊野範圍營地嗰度，即使現時個郊野垃圾嗰個數量減輕咗成個趨勢，但我哋要小心嘅，我哋唔好走回頭路，為咗因應過多嘅遊客而令到我哋嘅環境、我哋嘅方針走翻去一個為咗方便遊客而加劇咗成個垃圾嘅郊野嗰個垃圾承載量嗰個情況咁樣。政府早前提出會研究喺熱門郊野地點同營地引入預約同收費制度，會喺國慶之前推出試點，包括東壩、西灣、鹹田等等嘅熱門露營地點。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引入預約制可以提升旅客嘅露營體驗。咁我諗呢個係因應翻過去一段時間呢，喺相關熱門嘅露營地點，的確出現咗啲混亂，甚至一啲非法嘅生火行為，即係影響到其他使用者嘅安全。咁我希望係透過一個簡單嘅預約制度，可能透過啲手機應用程式或者網上嘅登記咧，已經可以做到相關嘅預約。當局亦都可以增派人手咧，去巡查翻預約咗之後嘅露營嘅人士嘅使用情況。我相信好快就會適應到。至於會唔會加入罰則處理違規嘅人士，例如冇預約而使用營地，葉傲東釐清推行預約制嘅目的係要做好人流管制。如果要收取罰款，就要確保罰款嘅金額合理。你話係咪即係一開始就係透過個罰則甚至罰款呢？咁我諗呢個要做個平衡嘅。咁所以係咪真係透過收費去防止一啲預約甩底啊，或者係冇預約嘅情況呢？可以再研究。我覺得當局亦都要謹慎。就算最終決定係一個收費嘅項目嘅話呢，都係應該係一個象徵式嘅收費，而唔係一個好高昂嘅金額，以免咧係窒礙咗旅客或者市民咧，即係對於呢個露營活動嗰個體驗咯。葉傲東期望正式推行預約制嘅時候，會遍及所有嘅營地。又話當局應該喺試行之前多加宣傳預約制。
喺西貢區先行先試，我係冇意見嘅。但係如果要係正式推出嘅話咧，係必須要去遍及所有嘅露營用地，否則咧就會將西貢嘅問題咧帶到去其他區。政府希望喺11黃金週之前推出，可唔可以喺呢段時間盡快做好啲教育宣傳？如果係要針對旅客嘅話，當然就係要可能觸及到一啲內地嘅社交平台、本地嘅社交平台都要適當咁樣係進行宣傳，讓到無論係市民或者旅客咧都及早適應。政府嘅發展旅遊熱點工作組喺舊年推出咗9個旅遊熱點項目，包括發展以山為主題嘅4山旅遊，分別係太平山、鳳凰山、西貢海同埋大帽山。綠色和平認為喺推行生態旅遊之前，當局應該優先考慮生態保育。政府一直推動生態旅遊喺近年咧，其實都用緊一個策略嘅，係重基建啦、重宣傳啦，但係輕保育嘅方式咧，去推動呢個生態旅遊。我哋係先有生態嘅環境，後先有旅遊嘅。而香港本身都係有豐富好多獨特嘅生境，無論係濕地啊，無論係郊野公園啊，無論係林地等等咧，呢啲都係享負盛名，享負於國際。所以如果政府真係要推動呢一個生態旅遊嘅時候，首先應該係要做好嘅就係保護好我哋嘅自然環境，先至推動呢個旅遊業或者係吸引遊客過嚟咧。